哎，这个叫 boy 了，试一下吧，要不好吧？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量身定造，这个完全就只有错了。错不了吗？你不用试啊。那就拿着，好，哟好，就这么拿了，爽快啊，好。你确定能行啊？不用试吗？好。好吧。哎。哇，看宝宝写的真好，你看他写的。哈哈。哦。哦，对，还有衣服，对对对。哈哈哈哈。嗯。嗯哼。上帝。少吃点啊，我们还要吃饺子。跟着小麦学吃这个串串啊。太好吃了这个。这个金针菇好吃吗？我先进去尝一下。嗯。嗯。挺好吃。嗯。那口感，哎。我是假装在吃串串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吃的这个。哎，你饭量现在比我大，我发现。本来就是。哎呀。我现在一吃就饱，一吃就饱，吃不上饭。回去医院查一查。嗯。刚吃完那个串串啊，很小吗？嗯。原来小麦这么爱吃这个辣的串串，到时候带你去重庆啊，重庆那个火锅辣火锅很有名哦，全国有名啊。嗯。对了。快到了，哎，到了到了啊！注意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看，脸朝我一点点，哎，对对对，哇，阿兹纳清真寺，哇哦，什么脸朝我一点啊？脸朝我一点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哇，就是这样，太美了，嗯，好。来呀，没事。我们把出租车变成迪厅了。哦。还可以。
腿都在动哎，这成了拳击了。哇，这个好哎，哎，这个狼是我，那个小红帽是你，哇，这个漂亮，哎，买，要不要？我看一下，我看看，你再打开看一下，我看看好看不好看？我看是不是个小红帽啊？是个小女孩，哎呀，真的嘞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看你喜欢不喜欢？先说。那个狼是我，小红帽是你哈。好，那就拿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回头。好嘞，行，走，拿着啊，走。我来驮着你啊，打开，我拿着你打哈，我拿着你打。帮我尝尝有没有毒。喝第一口，我操！天哪，有毒吗？等一下，你没死我再喝。我操，你是啥人呐？这个特别好喝，我操！小麦，你给我喝完了，你3口喝完了，你就这么多。我是都快吃完了。哎，真的好喝啊，这个啊，因为肚子痛了。肚子痛还是肚子饿呀？你怎么办？你如果再肚子饿，你的肚子里面会住着一个那个恶鬼，不是你吃了，是他在吃。你肚子里面有个鬼，你知道了吗？你真的不太正常了，你太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好吃吗？嗯。